大家好，我係阿餅啊。點解香港人過嚟中山買樓總係十買九錯嘅呢？一提到中山買樓，好多港友呢就會講啊，冇去啦，成地垃圾嚟。10個去呢，9個中伏嘅。唔係我嚇你啊！我翻查過中山住建局嘅網簽數據呢，嗰啲冷門板塊啊，打跛腳都係唔可以掂嘅。譬如話工業用地公寓啊、遠郊空城啊，早期70%都係香港人買單。而真正有價值嘅核心嘅區域咧，香港人嘅購買比例咧，竟然唔到2成啊！咁最主要嘅問題係咩呢？咁就係香港嘅朋友啦，帶住一套香港嘅國際思維過嚟買樓，以為平就抵買，概念就會升值，結果咧踩中一個又一個嘅伏盤啊！譬如話啦，深中通道紅利嘅坑啦，一提到中山，中介就話：喂，半個鐘返深圳喎！紅利爆發在即啦，哇！咁咪3萬幾蚊買咗馬鞍島咯。咁一提到養老啊，喂，中介就話中山神灣啦，靠近珠海啊，單價先5字頭。喂，所以啊，70%嘅冷門板塊有咩概念盤啊？咁咪買家全部都係香港嘅同胞同埋深圳客咯。咁真正食到紅利嘅、襟跌嘅核心嘅板塊啊，香港客啊購買嘅比例啊唔夠3成啊！如果你哋都打算過嚟中山買樓嘅，耐心睇完我呢條片啦，我會詳細同你分析中山各個區域嘅價值，列出可以睇嘅板塊同埋千祈唔可以掂嘅區域，仲有6大絕對唔可以掂嘅樓盤類型啊！講真啦，呢條片一定會得罪中介同埋發展商啊！你睇到呢條片啊，證明咧係有緣分啊！俾個 like 你下，仲有撳個鐘掣關注下我，係我堅持更新嘅動力嚟啊！好，我哋言歸正傳。中山呢個城市咧，睇落位置好靚㗎。夾住喺呢個深圳、廣州、珠海中間啦，成個大灣區腹地咁啊！仲有呢條深中通道嘅呢個加持啊！但係你要記住咧，佢嘅成個面積咧先1783平方公里嘅咋，相當於1.6個香港啦，0.8個深圳啦，常住人口咧先440萬，咁咧連深圳嘅1/5都唔到。咁咧 GDP 咧長年咧就係3800億度，屬於3線城市啊。產業咧就係燈飾啦、家具啦，傳統嘅製造業為主，高端產業咧係唔多嘅。但係最關鍵嘅係咩呢？中山嘅發展咧係極不均勻㗎，政府咧全部集中係2個核心位置啊，一個就係翠欣新區嘅馬鞍島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呢個叫做城區嘅叫做東區。城區嘅叫做旗江新城啦，咁呢個呢，就係靠近呢個深中通道嘅紅利同埋深中產業嘅外溢嘅情況啦。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個石岐東區中山財政嘅核心配套呢，就係我哋嘅城區中心嘅位置啦。其他鎮街呢，講白啲啦，真係鄉下咁嘅樣㗎。你譬如話呢，真係好似呢啲咩板斧、神灣、浮沙啊，呢啲配套差到你估唔到啊！紅利啊，根本就輻射唔到啊！早期呢啲中伏盤啊，咩板斧神灣啊、浮沙呢啲係最多香港人中伏嘅。首先咧要避坑嘅咧就係最典型咧就係神灣同埋板斧啊呢2個位置啊。咁呢2個位置咧離住呢個深中通道咧係超級遠㗎。咁咧要40分鐘以上啊，完全咧係冇可能享受到呢個深中通道嘅外溢嘅呢個紅利啊！咁早期咧有好多人咧睇三鄉同埋坦洲會覺得呢2個貴咧，所以退而求其次咧就睇咗板斧同埋神灣啊，以為當時咧深中通道咧一 hit 起上嚟咧，成個中山都會升啊！點知就中伏咗最差嘅呢2個地段板斧同埋神灣啊！當地咧就係以農業小製造業為主，神灣最出名係咩？菠蘿啊，人均收入先3-4千，本地人咧根本就係買唔起樓㗎。深圳咧香港客咧又唔會過嚟喎，咁你買咗咪變永久業主咯？想賣俾人啊，都肯定冇人接盤啦。仲有呢2個鎮咧基礎設施係超級差㗎，買餸咧都要去鄉下市場、醫院、學校啊，都係鄉村級嘅水平啊，退休養老都唔合適，呢類鎮街直接 pass。
好啦，嚟到第二個中伏嘅大區域呢，就係大家最中意嘅林森板塊啊！呢度係坑最多啊，最典型呢，就係民眾鎮啦、南朗鎮啦，同埋我哋個可具開發區嘅邊緣啊。咁第一個坑呢，就係深中通道嘅概念盤啊，譬如話可具開發區嘅邊緣盤啦，明明離呢條深中大橋成幾十公里啊，中介呢，硬要話係15分鐘到深圳啦，實際上呢，你開車去到呢個深中通道嘅出口都要半個鐘。再過海到深圳啊，全程係起碼個幾鐘啦。咁第二個坑呢，就係火炬開發區入邊咯喎。火炬開發區本身就好多工業區嘅，好多盤周圍全部都係啲重工業區啊。咁嗰啲污染係非常之嚴重㗎。咁每日貨車穿梭啊，同埋噪音啊、廢氣係好嚴重㗎。咁啊住得嚟呢，就非常唔舒服啊。呢類呢，叫做藝林新盤啊，千祈美信啊。最經典呢，就係改咗3個名嘅，叫做深中一城啊，大概嘅位置呢，就係喺呢度啊，咁啊隔離周邊全部都係叫做工業區嚟嘅，咁呢，早期叫做津華花園，後邊改咗叫做福盛前龍華府，以前最貴嗰陣呢，賣到18000嘅，咁而家你估幾多錢？最新成交價4200啊，陰公，仲大裝修啊！你睇睇呢個樓盤周邊啦，全部都係工廠嚟㗎，污染環境咧係特別重啊！深中一城啊，就係呢個位置啊，周邊全部都係工廠嚟㗎。嗱，睇下 set 下俾大家睇清楚啲啊！唉呀，所以咧污染重啊，離深中大橋又遠，兩個坑中晒啊！你唔死邊個死啊？咁第三個大坑呢，就係南朗嘅文旅盤啦，喺南朗鎮入邊嘅最典型嘅就係呢個叫做錦繡海灣城啦，呢個中伏盤主打就係生態旅遊啦、海邊溫泉啦，發展商追到天花龍鳳啊！度假喺度住啊，臨近珠海潛力大，未來要建設深珠大橋啊，直接懟到過去深圳嗰邊啊，起飛啦！但係實際呢個樓盤嘅情況係點啊？中山最大嘅樓盤，1萬畝嘅佔地，開發時間超過20年啦，陰公。咁一手樓呢，從價錢最高呢17000呢跌到而家1萬左右，最恐怖呢係全部嘅二手啊！海量嘅二手房呢喺度出售緊啦，個個業主呢都想叫做趁早走啦，無奈走唔喐。最近嘅成交二手價位知唔知係幾多啊？最新嗰個第9期嘅二手啊，5年左右嘅樓齡啊，先5700蚊啊，仲大裝修啊！你話死唔死？咁我喺呢度啦，重點提醒各位香港喺中山買樓嘅朋友啊，文旅盤嘅流通性極差，供應量係超級大嘅，價錢擠壓咧特別嚴重。中山二手市場咧，二手市場基本係無人問津㗎。咁呢類樓盤咧，同神灣板鋪係冇咩區別嘅，都係叫做買完啦就變永久業主。不過咧會比嗰邊好一啲啲，起碼叫做挨住珠海嘅唐家啊嘛，可以黐一下叫做珠海嗰邊嘅配套咯。唔知你有冇朋友咧買落呢個超級膠盤啊？咁咧可以喺評論區呢度傾一傾㗎。咁咧通用嘅呢個避坑原則咧都要同大家講講啦。無論咧喺邊個鎮區，只要係叫做遠離深中通道、遠離市中心嘅樓盤，千祈就唔好掂啦。佢哋就係得靠概念炒作㗎啫。咁咧遠交盤啊嗰啲啊，千祈唔好掂啦。中介咧就最中意講未來規劃啊，同埋地鐵口啊、咩產業園啊，但係你去查啲規劃文件咧，根本就冇實質性嘅進展嘅。以上呢兩大區域咧，就係香港人買樓中伏嘅最高頻率嘅板塊。如果你睇到呢度都冇轉台咧，證明我嘅內容咧對你係有幫助嘅。希望可以點個 like 鼓勵一下餅，撳個鐘仔關注一下，分享更多中山嘅房產實用信息俾你嘅。你嘅關注就係我嘅動力啊。OK， 咁講完中山嘅中伏雷區啊，好多香港嘅朋友就問：喂，到底中山邊度值得買？唔好講咁多廢話。其實咧好簡單嘅，咁認準3個核心嘅準則就得啦。第一，咁返香港肯定要方便啦，最好就係有直通巴啦，唔係轉車轉到暈啦，時長控制喺1個到個半鐘度啦，係咪啊？返到深圳灣就可以返香港。第二啦，環境要靚啦，有山有水，住得舒服，仲要比香港嘅細單位嘈雜嘅環境咧要適合居住養老啦。小區唔可以太舊啦，樓齡控制喺
喺一手樓或者10年內樓齡嘅次新房源啦。第三，生活就肯定要方便啦，商圈集中啊，大型商場啊、醫院、公園等等啊，買餸買嘢都唔使行太遠，最好就係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好啦，接落嚟推薦呢幾個區域咧，基本都符合呢3個標準㗎。無論係自住養老啦，定係經常往返港深咧，都係首先要睇嘅區域嚟㗎。咁啱先咧，我哋講咗幾個中伏嘅雷區啦，你包括綠色嘅神灣板湖啦，係咪啊？呢個肯定唔使掂㗎啦。紅色嘅叫做民眾南朗啦。咁而家推薦咧就係我哋中山本地人買最集中嘅區域咧，就係呢個藍色嘅區域啦。咁呢個區域咧就係中山嘅市中心範圍喎。傳統城區嘅組成咧就係叫做東區、石岐、西區叫做南區啦。咁緊挨住嘅鎮區咧就係沙溪同埋港口。咁咧仲有我哋呢個包括火炬開發區嘅一部分嘅區域。呢個藍色嘅區域咧就係中山本地人最集中買嘅位置啦。咁呢個區域咧你買嚟自住養老都肯定係冇錯嘅。嗱，首先咧，第一個毫無疑問啦，就肯定係我哋中山嘅中心叫做東區啦。咁呢個係中山公認嘅中山思維嚟㗎，本地有錢人咧都係中意喺呢度買樓㗎。咁相當於香港嘅中環啦，呢個位置。咁重點板塊咧就肯定要睇我哋呢條中山路嘅板塊咧，佢係成個橫加成個東區呢個區域㗎。咁咧呢度嘅商圈嘅話咧係非常之多㗎，生活好便利。一條路上啦，呢度有我哋嘅利和商圈啦，呢度有我哋嘅呢個叫做天翼 Coco 商圈啦，呢個位置又有盛景上風嘅商圈啦。一條路上咧就有好多生活方便，亦都有直通巴 Coco City 而家有直通巴啦，同埋我哋呢個盛景上風呢度又有直通巴啦。嗱，呢邊咧就係我哋中山嘅綠肺叫做紫馬嶺公園啊，孫文紀念公園就喺呢度啦，三甲醫院啦、博愛醫院咧就係喺隔離啊，所以呢度咧係要乜有乜啊，配套係非常之方便㗎。咁返香港方面咧，咁東區亦都有3個上車點啦，啱先講咗啦，叫做遠洋大順呢個位置啦，有上車點啦，盛景上風有上車點啦 ，Coco City 又有上車點啦，直達香港嘅時長咧個半鐘到1個鐘就直接到達啦，好方便嘅。咁房源選擇方面咧，因為呢度係成熟嘅區位啊，所以啲樓咧大概都係10年以上嘅二手樓啦。10年內嘅熱門次新房咧有天翼國際啦，同埋萬科金域中央啦、易翠園啦、置頂國際、水雲軒六期同埋越秀星匯品豐等啊，價錢咧去到1萬到14000左右嘅。咁重點嘅板塊咧，第2個咧就係我哋呢個叫做東區嘅經濟總部區啦。講白啲咧就係東區新發展嘅新區嚟嘅。呢度樓盤咧就得3個嘅啫，108啦、寶龍城啦、保利天郡啦。咁呢3個樓盤嘅，咁呢3個樓盤咧阿餅咧都有拍過影片嘅，其中唔推薦咧就係呢個寶龍城。具體原因咧，大家去睇翻之前嘅影片啦，就唔多講啦。咁而家起好咗嘅呢邊嘅配套咧係有咩咧？後邊嘅人才公園啦，同埋呢個叫做前面嘅叫做松苑中學嘅初中部啦。咁而家咧呢度咧係地鐵口咧喺度起緊嘅。咁連通嘅話咧就係廣州地鐵嘅18號線。咁未來呢個位置咧直接搭地鐵咧4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珠江新城飲茶㗎啦。所以咧呢個位置咧叫做有潛力，但係而家咧係咩乜 Q 都冇嘅。所以咧如果你係想自住咁呢度咧就非常之唔啱㗎啦。所以香港人買東區咧，無論自住同埋養老咧，中山路呢條板塊咧係非常之合適㗎啦，配套係非常之方便啊，買嚟肯定冇問題嘅。咁如果你未來呢幾年唔諗住咁快住喎，咁想兼顧呢個投資啦，咁呢個東區新區叫做經濟總部區咧，都係可以睇睇，畢竟佢有呢個地鐵口物業㗎嘛。咁咧預算咧總價咧3房咧100到150萬咧就可以睇睇東區呢個板塊啦。咁咧本地最活躍嘅區域，二手交易咧轉手流通都係最快㗎。咁咧所以咧東區呢個位置嘅話咧，你係想有咁高嘅生活本質要求，同埋我哋呢個配套嘅一方便利性咧，就一定係要睇東區嘅。原則就係預算夠上東區，其他唔考慮。
好啦，第二個咧就係石岐咯喎，咁呢個石岐咧，中山老城區嘅核心嚟嘅，生活氛圍嘅超濃啊！好多中意慢生活嘅港友咧都中意呢度啊！咁呢度嘅重點板塊咧就係我哋嘅石岐金英廣場嘅呢個位置啦。咁呢個咧係目前咧石岐最旺嘅商圈嚟㗎。咁啊體量咧又大啦，人流多啦，生活係非常之方便㗎。門口咧仲係建設緊嘅地鐵18號線嘅興中站啊，就係呢個站點啦。咁咧交通咧會進一步嘅完善啊，建成之後咧去廣州啊40分鐘啦。呢度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啊，所以咧香港嘅朋友咧喺金英廣場呢度翻去香港嘅話咧係非常之方便啊。咁樓齡咧基本上15年以上嘅住宅啦，新房咧就係得呢度啫，金山半英花園啊，就係叫做萬象匯樓上嘅住宅。單價咧14,000到18,000，甚至乎2萬都有嘅。咁咧就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選擇喺呢度啦，有直通巴，樓下又係大型商場啊。嗱，第二個重點嘅板塊咧就係呢個石岐啊經濟總部區啊，就係喺呢個位置啦。咁你可以見到呢個位置都好靚啊，兩個地鐵口嘅之間嘅呢個板塊啊，同東區經濟總部區咧係叫做並列㗎。咁呢個位置咧，政府投入咗好多資源搞配套㗎。目前商場、學校、公園啊都已經有㗎啦。咁咧屬於呢個非常之完善嘅板塊啊。翻香港方面咧，附近咧就只可以去呢個石岐大順啦，同埋翻呢度金英咧搭直通巴。咁附近呢個位置咧暫時冇巴士，咁未來咧就係會完善嘅。咁你可以見到咧呢度咧係石岐第4代住宅嘅集中嘅位置啊！你包括而家起緊嘅陰陽啦、未開盤啊、石岐龍湖香山頌啦，咁呢個係叫做中山2025年嘅 Top 1嘅樓盤啊！咁咧呢度都係啲次新樓盤，環境係會靚仔啲嘅不過價錢都貴喎，18,000、2萬蚊一方啊！咁呢度係新區嚟嘅，所以嘅話咧，未來嘅潛力同埋呢個穩定程度啊，都係非常之好。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佢嘅學校資源啊，90%喺呢度買樓嘅中山本地人咧，都係睇中佢優質嘅學區同埋呢個接送方便㗎。咁咧喺今年26年啦，咁呢個位置咧，起碼仲有成4-5個第4代住宅出售㗎。咁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次新房源方面咧都選擇比較多嘅，你譬如話呢個華發啦，舊年先交樓嘅龍光啦、怡安啦，呢啲都係新樓齡嘅房源嚟嘅。咁咧價位咧同呢個石岐東區差唔多，生活氛圍咧更加濃厚，地鐵加持咧，無論養老自住咧定係預算中等嘅港友咧都唔錯。咁咧總價一手3房預算係100到140萬之間啦。本地人咧選石岐嘅就好多，咁流通性啦、新區有學區加持咧，一樣都係有保障嘅。咁第3個板塊咧就係南區啦。咁呢個位置咧重點咧就係睇呢個天虹商圈板塊啦。呢度最適合咧想安靜養老嘅朋友啦。咁呢度重點嘅優勢嘅話咧就係叫做環境靚同埋生活方便。南區呢個位置咧就係重點睇呢個板塊，你可以見到咧佢係一個3區嘅交界位，喺呢個轉盤位咧，呢邊屬於石岐，呢邊就屬於南區，呢邊就屬於東區啦。嗱，呢度咧就係天虹嘅商圈，所以呢度咧生活係好方便嘅。咁呢度咧就係一個樹木園啦。我哋嘅一個養生爬山就係去呢度，生活嘅話就係喺呢度，而且翻香港方面咧都係好方便嘅。咁呢度遠洋天鑄嘅1期嘅呢個位置就係有直通巴，啱啱開通嘅，一日嘅話咧就有2到3班嘅班次。樓盤方面咧，天虹商圈板塊咧，大多數都係一手嘅新樓或者5年左右嘅次新房啊。咁小區綠化高啦，樓距闊啦，居住嘅體驗都唔錯嘅。而且呢度咧唔似東區咁嘈雜咧，安靜舒適，完全符合養老嘅需求啊。主要嘅樓盤啦，有呢個石岐嘅奇關悅來啦、遠洋天鑄1、2期啦，同埋我哋嘅德商曬月啦、中澳濱河灣悅盈新城號嘅裕華庭呢啲二手樓盤嘅。咁詳細嘅板塊介紹同埋樓盤咧，
我呢條片係有講到嘅，係兩球嘢喺呢度揀，有咩揀嘅可以自己睇翻之前嘅影片。咁二手房嘅單價咧就係1萬左右，一手新房係16000左右一方嘅，性價比都係唔錯嘅。所以咧南區係價錢平、環境靚，生活都已經係比較方便嘅，但係香港朋友啊養老叫做環境舒適嘅首選嚟嘅。本地咧養老嘅家庭咧好多都係喺呢度選擇嘅，流通性咧就係比較穩定啊，唔使擔心賣唔出啊。預算總價咧二手樓咧3房大概係80萬到130萬之間啦，一手就喺150萬到180萬。要提多一點注意嘅，南區咧就主要喺呢個位置呢個區域揀就得啦，唔好揀天基、det賽領峰到碧桂園、鳳凰城呢個區域，咁呢邊咧就係比較偏㗎啦，遠離呢個生活區啦。所以如果你要養老自住嘅話，就主要喺呢個3區交界位嘅轉盤位嘅1、2手嗰度揀擇就冇問題啦。第4個咧就係西區啦，咁西區咧而家目前咧係自住性價比比較高嘅，而且西區呢個板塊咧重點就睇呢個彩虹板塊啦，完全符合港友自住嘅3大標準。咁首先講講西區呢個板塊咧，佢主要有分呢個西區彩虹板塊喺呢個位置嘅。咁咧北外環呢條路以北呢度叫做西區沙朗，咁呢個沙朗嘅位置係唔建議揀擇嘅。咁另外呢條旗江河呢個位置咧就屬於叫做老西區啊，亦都係叫做西區劍橋郡同埋呢個沙溪嘅交界位。咁我哋重點睇嘅板塊咧就係呢個位置叫做西區嘅彩虹板塊，呢度係最多新樓盤，亦都係生活最成熟嘅板塊嚟嘅。咁生活方便嘅話咧，彩虹板塊咧有中旅彩虹嘅商圈啦，就係喺呢個位置嘅啦。成個係彩虹商圈嘅板塊中心位置，生活好方便。三甲醫院有中醫院啦，同埋隔離咧係160畝嘅一個彩虹綠洲公園嘅。生活嘅配套係非常之齊全啊！而且西區嘅中旅彩虹呢度咧係有香港嘅直通巴士㗎啦，所以呢邊咧係主要係一手嘅新房同埋二手嘅次新樓齡5到10年嘅樓盤為主嘅。一手樓嘅價位咧就主要就係華潤啦、中旅彩虹啦、越秀啦、幸福匯呢啲咁樣嘅價位嘅話，大概都係12300到15600都有啊。好似幸福匯4期咁啦，望江就會貴啲。咁你類似於中旅彩虹1、2期啲二手優格國際、龍光天宇呢啲合景招商映月台呢啲二手嘅價位大概係11000到12000都有嘅。咁如果樓齡再舊啲咧，10年以上咧就係1萬左右啊，豐儉由人，所以呢度嘅揀擇都係比較多啲嘅。目前咧主要買西區彩虹板塊嘅都係呢啲鎮區嘅小企業主為主啦，你好似咩小欖、東升、板符或者買俾小朋友讀書啊，因為呢度嘅學區咧書包都係唔錯嘅。升級圈層升級地段嘅家庭咧喺呢度揀擇嘅就比較多啦，人群都比較單純啲嘅。咁咧可以關注嘅樓盤你好似幸福匯中旅彩虹越秀天月灣華潤四季優格國際遠洋一方等等嘅1、2手房源所以總結嚟睇咧，西區呢個彩虹板塊咧價錢都比較親民，配套又成熟啦，交通方便，適合預算有限、想住得舒服嘅港友嘅。咁本地嘅年輕人咧同埋養老家庭咧都中意喺呢度買樓嘅，流通性都係非常好。預算總價咧3房咧係90萬到140萬就可以買到一個唔錯嘅房源啦。好啦，嚟到最後一個嘅板塊咧就係火炬開發區。重點咧就係睇呢個博愛7路嘅板塊，點解？因為佢又緊挨住東區，可以享受東區嘅生活方便嘅配套，亦都可以買到火炬嘅單價平嘅屋苑呢個位置係深圳人、本地人同埋香港人都中意嘅板塊。可以見到啦，地圖呢條咧就係長江路，咁呢邊咧就係屬於火炬，呢邊就屬於東區啊。咁呢條博愛7路嘅呢條板塊咧，可以講係叫做中山嘅富人區啦，因為呢度係海欣嘅入邊嘅啦，叫做長江水庫邊獨棟
環境、高爾夫球景、山景、水景都係非常之靚嘅。而且呢個位置嘅話呢，上高速返深圳亦都好方便。咁呢個位置呢，就啱啱好可以享受東區嘅配套同埋火炬嘅靚景啊！所以呢度嘅選擇嘅話呢，係好多香港人呢一兩年嘅首先會睇嘅板塊嚟嘅。你譬如話生活方面咧，有兩個中山而家最 top 嘅商圈啦，呢個係Coco City 嘅商圈啦，天翼國際廣場同埋富日城津譽呢兩個咧都係由返香港嘅直通巴嘅，1個鐘到個半鐘就到啦。咁阿餅咧所在嘅門店咧就係喺德寶怡高呢個位置啦，所以咧附近比較優質嘅樓盤，你譬如話德寶怡高啦，唔使講嘢啦，富日城津譽啦，紅穗一品啦，博愛里啦，上東新天地啦，上東新天地之前都有拍過影片嘅。咁咧，當年咧深中通道炒嗰陣時咧，呢個板塊係最貴嘅，普遍都2萬蚊以上。但係而家呢個板塊咧，泡沫已經去除咗啦，係1萬出頭，甚至9000幾，大裝修都有，平過一啲10年樓齡嘅二手樓，所以咧性價比係超高，亦都係阿餅首先會推薦你睇嘅板塊啊！喺呢個板塊，你10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一個高品質嘅3房，所以咧無論你係自住養樓投資，呢個位置我覺得都係喺中山咁多板塊之中，已經係數一數二要去關注嘅板塊啦。但係重點呢，就啱先喺影片開頭講嘅唔可以掂嘅，就係呢個火炬嘅沿海工業區。你好似呢個心中一城啦，改咗3次名啦，係咪啲走路盤嚟嘅？而家4000幾蚊一房啊！呢啲污染嚴重嘅工廠多嘅位置就冇嘥時間去睇啦。好啦，總結一下啦，咁呢張圖嘅藍色板塊就係我哋中山人買樓嘅重點集中嘅區域嚟嘅，亦都符合香港人喺中山買樓嘅3大核心嘅需求，返香港方便啦，環境靚啦，生活方便啦。預算充足咧，想住核心咧就揀東區石岐，咁養老咧就揀南區天虹商圈。想兼顧潛力咧，就揀東區經濟區火炬博愛7立。咁預算有限咧，你就揀西區彩虹板塊。咁如果你對於板塊亦都唔係非常之清晰，想縮減自己嘅選擇時間同埋成本咧，直接可以私聊阿餅，點個 like 先，撳個鐘仔關注下，跟住阿餅1對1同你溝通你嘅諗法同埋需求，按照你嘅諗法，針對性再匹配你應該要睇嘅區域，大大縮減你喺中山買樓揀樓嘅時間。記住咯，喺中山買樓呢種區域嘅話，係最襟跌，相對平穩，亦都好轉手，遠比你以前呢啲咩板符啊、遠郊雷盤啊強100倍啊！由於時間嘅關係呢，三鄉坦洲啊、港口沙溪呢啲重點嘅區域咧，下一期再講，千祈唔好錯過阿餅嘅區域推薦視頻啦。如果最近你喺中山接啱啱好對中山嘅個板塊唔清晰，希望呢條影片咧可以同你建立起中山各個板塊嘅基礎認知。如果有更多嘅問題咧，可以喺評論區留言，我會逐一解答嘅。希望呢條影片幫到你，可以幫阿餅點個 like， 再撳個鐘仔關注下，你嘅關注我更新嘅動力。下一期影片我哋再見。